诈骗者创手哦，中华警方统计，11月份就有765件诈骗案报案，加强嘛抓到295个诈骗犯哦，大部分拢是假投资诈骗。另外，现代嘛抓到8个来自越南、澳门、马来西亚的外国人，以观光签证来台湾，也毋过说正做车手。 大批警察11月冲入台中沙鹿一间人家厝，抓到姓陈的主嫌等6个人的诈骗集团，查到一搭电信机房。中华警方表示，诈骗集团透过 WeChat 通讯软体，用假影交朋友，也有高利润的投资诈骗方式，拐美加地区华侨，也有台湾的民众汇款。当场查到41支手机啊、电脑主机，也有不法的所得3万块。以美加地区华侨及本国民众为诈骗对象，利用 WeChat 通讯软体调取被害人上钩，以投资赚钱为由，假冒投资高获利标的，诱骗被害人汇款。 甲外籍个车手对车辆拖出压制，中法关刑台这3个月，佮查到8个对越南、澳门、马来西亚用观光签证入境的外籍人士，说是牵涉做诈骗的车手，伊是定假做送货人员，用这款方式做暗号去摕钱。外籍车手那经常会以语言障碍或者是假扮物流那作为掩护来前往取款。 那民众遇有可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及110报案专线，立即的来查证。中华警方11月受理765件诈骗案，计共抓到295个诈欺犯。这犯罪形式经过分析，上济就是投资诈骗，损失的金额达到3.5亿。呼吁民众若是看到一定会赚，也是保证有利润这挂广告方式，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